一個站直達 TRX， 另一個站就去到 KLCC， 保證租務需求。全套家私，全部單位都有露台。Hello， 大家好，又係我啦 Amanda。想象一下，一覺醒啦，行過一條私人天橋，直接行入 Pavilion KL 商場。又或者諗下，你喺吉隆坡最長嘅 Infinity Pool 游水，118米嘅高空，俯瞰成個天際線。歡迎嚟到 Pavilion Square KL。講到地段，相信我呢度就係黃金級嘅定義。喺 Jalan Raja Chulan， 正喺吉隆坡 Golden Triangle 嘅正中心，即係話你成周圍都係 PNB 118 TRX 同埋 Petronas Twin Tower， 基本上就係成個城市嘅權力鐵三角。公共交通方面， MRT Bukit Bintang 從 MRT Conley 行路5分鐘就到。一個站直達 TRX， 另一個站就去到 KLCC， 簡單又方便。但係真正嘅賣點係呢度有一條私人天橋，直接通去 Pavilion KL， 唔使塞車，唔使煩 shopping 食飯娛樂，甚至買餸，全部就喺你門口。而且冇錯，呢種就係我哋所講嘅保證租務需求。咁我哋講下 lifestyle。喺67樓有一個真正嘅超級明星，118米嘅 Infinity Pool，KLCC 區最長。想象下游水，成個天際線做背景，完全係 IG 打卡神器。63A 樓就係 Sky Wellness Zone， 全城最大，15000平方尺，有 Gym、Yoga、Steam、Sauna， 基本上就係一個漂浮喺吉隆坡上空嘅豪華養生會所。至於鍾意放鬆嘅人，第66樓就有 Sky Garden， 第12樓就有 Courtyard Garden。呢啲唔單止係設施，而係決定因素，嗰種會令租客即刻講係啦，就係呢間。咁投資者成日都會問呢個項目背後係邊個？答案好簡單，就係 Pavilion Group。同一個打造 Pavilion KL、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Pavilion Bukit Jalil 嘅名字，豪華 check、地華 check、國際型河 check。買 Pavilion 唔單止係買物業，而係買一個品牌。而呢個品牌大聲話你知，佢代表預長線價值。佢有2個 towers， 2種感覺。第一座係 Luxury Residences， 有67層960單位，最細單位504平方尺，最大去到1272平方尺。隔離就係 Corporate Suites， 有25層106單位。下面仲有6個 Retail Shops， 所有住宅單位全部配齊全套家私，全部用頂級品牌，例如 Gaggenau 同 Bosch。佢哋仲有專屬禮賓管理服務。Hi， 歡迎嚟到最細單位504平方尺，呢個係 Studio Unit。呢度其實就係你嘅正門，一入嚟就會見到一個鞋櫃，下面同上面都有晒納空間，夠晒放你啲鞋。呢度就係廚房，台面用咗白色台面，加上中性色調嘅方尖標板，真係好靚。成個色係同色調表達，俾人一種好高級，好似酒店嘅 feel。所有單位都係全裝修，配備高級品牌，好似 Gaggenau 同 Bosch。呢個就係焗爐，跟住你行過嚟呢個位置，就會見到一個亮點。呢邊其實裝咗一個人裝式雪櫃，而且係 Bosch 嘅。呢度就係你嘅浴室，你會見到有一個雲石台面，只要係雲石，一睇就知好豪華、好高級，仲配埋淋浴玻璃瓶同埋花灑。我好鍾意呢個設計，因為真係好有酒店 feel。呢度就係2個人用嘅飯廳。
大家都知道好多 KL 嘅 condo 其實都冇 balcony， 但係 Pavilion Square 就有。如果你想唞下氣，可以行出嚟呢度，或者你洗完衫想有位晾乾，呢度就啱晒。呢個空間夠大，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床，呢邊仲配埋一個衣櫃。你睇下呢個，哇！一打開就有燈即刻着起，跟單位一齊送嘅。衣櫃隔籬就係你嘅梳妝台。呢個係最細嘅單位，嚟，我哋一齊去睇下最大嘅單位，1272平方尺。呢個就係最大嘅單位，1272平方尺，有2加1房同2個浴室。一入去，你會首先見到廚房。呢度係 Bosch 隱藏式雪櫃，呢個就係白色台面，配上大少少感色感嘅 backsplash， 仲有 Gaggenau 煮食爐同抽油煙機，仲有 Bosch 烤焗爐。我中意嘅係呢度好似有個室內小院，行到呢度你會見到 Bosch 2合1洗衣機，呢度仲有一個細儲物空間，可以放洗衣液、雜貨或者其他你想要嘅儲物。我仲好鍾意呢個廚房中島，因為佢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依家嘅生活好講求互動，我哋可以一邊準備一邊煮嘢食，仲可以同客人、朋友或者屋企人傾偈，一邊煮嘢一邊開心傾笑。仲有呢個中島底下仲有儲物空間。當你行過嚟呢邊，呢度就係飯廳，空間夠大，可以擺到6個人坐。再行過去就係客廳。我好鍾意呢個開放式設計，因為你可以坐喺呢度睇電視，同時仲可以同下廚房煮緊人嘅人傾偈，又或者食飯嘅時候都可以一路傾偈。正如我頭先提過，依家仲有露台嘅 condo 真係好難得，因為喺吉隆坡依家已經好少見。因為呢間係最大嘅單位，所以個露台都會稍為大啲。呢間係第2間睡房，空間夠大，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床，而且仲附有衣櫃。我好鍾意 Pavilion Square 嘅靜態設計，因為佢用咗中性色調，帶出一種高級酒店嘅 feel。呢個係第2間睡房同 +1 房共用嘅浴室，一樣你會見到雲石台面、淋浴間嘅玻璃瓶同埋花灑。呢間就係 +1 房，你可以將佢改做書房，又或者如果你好似我咁有好多衫，都可以將呢間改成 walk-in wardrobe。如果唔係，亦都可以做客房，擺一張單人床都完全冇問題。依家我哋一齊睇下主人房。呢間係主人房，空間夠大，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床。呢度仲可以擺一張單人梳化，坐喺度一邊睇電視一邊慢慢嘆紅酒，仲可以享受一下放鬆嘅時光。你有冇留意到個窗係由天花做到地板？呢度係梳妝台，你可以喺呢度化妝同準備出門。呢間主人房有 walk-in wardrobe， 入面有 his 同 hers 嘅衣櫃，空間足夠2個人用。一入到浴室，同樣係用雲石台面，真係有高級感。而我個人最鍾意係佢個 bathtub。想象一下，沐浴1日之後，你可以享受屬於自己嘅時間，一邊享受 SPA，一邊飲紅酒。
咁就係咁多啦，你嘅主人房。咁 Pavilion Square 係為邊啲人而設？第一，想買度假屋嘅本地投資者。第二，尋找第二國家嘅國際買家。第三，住馬來西亞嘅外籍人士。第四，想住喺城市核心，享受高端生活嘅專業人士。點解揀 Pavilion？第一，喺黃金 Golden Triangle，仲有私人連接天橋直達 Pavilion KL。第二，仲有全吉隆坡最長嘅 Infinity Pool，長達有118 meter，同埋全吉隆坡最大嘅 Wellness Zone， 15,000平方尺。所有單位全部配齊全套家私，用頂級名牌，例如 Gaggenau 同 Bosch， 好有酒店 feel。第四，設有禮賓管理服務，專為高端租客而設。Pavilion Square 唔淨止係另一座高樓大廈，佢係一鄉生活型資產，一個精明嘅投資選擇，亦係吉隆坡下一個地標。無論你係自住、出租定係投資， Pavilion Square 都唔止係物業，而係你係一步嘅關鍵部署。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買得醒，投資都要醒，一齊做一個唔會後悔嘅決定啦！我係 Amanda，你嘅地產拍檔，下一個 video 再見啦，拜。